前来锻炼心思、锻炼两手。今日特别是咱妇女事工的主日吼，咱妇女团体伫遮来学师讲道嘛是妇女。来，咱来练圣诗184首，圣诗184首。即首诗其实咱今仔日唱的两首诗咱拢真熟吼。即首184首，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伫即个提摩太后书保罗甲提摩太讲一段话，我先念互大家听。伊讲为着即个缘故，我也受着遮个艰苦。若是我无掠做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，我也深信，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，到伫迄日。咱请进来弹前奏，咱直接唱4节吼。来第一节，上帝疼痛太为了我的心痛，为我的一生快乐，我的一路我，因我在救世的救主，他拣选我作为你我主，为我受受到我的眼，为我受领导你的在。耶稣为那为了情，用我的我心啊，因为对信心的恐惧，心为平安主宰，因为我在救世的救主，他拣选我作为你我主，为我受受到你眼，为我受领导你眼。3节，信心感动为了主，我心中的心，心是无比心是感动，为了我心坚定，因我在救世的救主，他拣选我作为你我主，为我受受到我的眼，为我受领导你眼。第4节，背行是世上的一片，是心之光之光，春晖的荧光落天，落日明了我因为我在做这个救主，我亲近我作为你我主，为我受受到你眼，为我受领导你眼。这4节，咱来注意来看字字。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字字，圣神圣父上帝，圣子耶稣，和圣神保惠师，意思讲，父子圣神三位一体。咱这个副歌吼，咱过来唱一遍，虽然足悬，我嘛唱无啥去。来，因为我在救世的救主，他拣选我作为你我主，为我受受到你眼，为我受领导你眼。第2首140首，
时吼，今日牧师用上帝大能力吼来甲咱勉励。伫诗篇89篇21有讲，我的手要常常甲伊伫地，我的手骨也要坚固伊。咱活伫世间，并毋是时时拢安稳，也毋是时时拢安宁，嘛会拄着真侪烦恼，甚至是跋倒，心内忧愁，总是伫咱深沉的内心，应该有一个确实，就是耶稣的手在扶持我，在扶持我，在扶持我的意思，在就是讲常常时时即马在扶持我，无论你伫什么境况，因为上帝有大能力，要互咱通活过。咱来唱140首。一句哦，仁爱那应了，地方先应了，其实是无要紧哦。标准是讲应是我，咱练习到这，才能顺利先做。
是妇女事工奉献主日，咱的奉献地放伫咱的座位的头前，请咱关心奉献，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上主的律法照全，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；上主的干净确实，会互戆人有智慧；上主的教示正直，会互人的心欢喜；上主的命令清洁，会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；上主的判断真实，一概是公义。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184首，圣诗184首，请起立。
用使徒圣经做回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坐。咱三角形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第7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吩咐遮的一切的话讲：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捌带你对埃及地、对做奴才的家出来的。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无论天顶、地上、甲地下，因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。怨恨我的，我归咎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。毋通滥觞称上主，你的上帝的名。同心来祈祷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中风传扬伊的作为，因为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拢是你所创造，拢属于你。一切受造的，拢爱敬拜你。天使甲天顶一切掌权的，拢出声学罗你。一切阳光归伫你，阮的上帝，阮学罗你。永活的上帝，全世界敬拜你。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囝到世间，互阮对伊得着我。愿阳光归伫耶稣基督。你有通过福音显现活命甲永生。愿阳光归伫圣神上帝。你有互阮甲基督同活，好用伊的疼流入伫阮的心内。愿学罗敬拜独一的真神，阮的上帝。到万世代永无煞。感谢上帝怜悯，赏赐你的独生囝，成做阮活命的美娘，互阮安稳自在，心灵满足，恩典满满，无欠缺，互阮忧伤变成快乐。主耶稣，你是阮的盼望，阮一生拢要跟缀你。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感谢阿罗问我你，阮也谦卑诚心。邀请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引带教示阮，互阮的敬拜会当同心合意，献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上帝欢喜阮的敬拜。至圣善慈悲的上帝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，阮有罪恶的本性，阮明明知会罪，阮无闪避，无越头，阮反倒转去做。阮也伫无意中得罪你，阮有真侪的软弱，真侪的过失，求你知阮有犯罪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，真实来悔改，求主使阮清气的心来分缀主。阮需要靠主过得胜的生活，帮助阮忠心立志，学习主的款式，使阮智慧甲信心。行过各种的试炼，互阮行伫你的中间。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阮要搁一摆恳求你，用你奇妙的大权能，亲像牵着每一个妇女的手，通做你所看做好的6项事服侍，
互阮每一位妇女，拢通诚做领受上帝你特别恩赐的妇女，诚做上主你有路用的器具，帮助福音的推动，互阮会当掠圣经内面的信用前提做模范，伫教会的事工，互阮的家庭工作拢得到上主的祝福，恩典满满。感谢主！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。
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25节，伫台语汉语本的圣经187页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25节，咱做伙来共读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。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灭无智慧的人的智慧，也要气杀残命人的残命。20节，智慧的人伫倒落？经学士伫倒落？伫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？上帝检视世间的智慧变诚戆，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遮个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。22节，因为犹太人求神力，希利尼人找智慧。若是阮传顶十字架的基督，对伫犹太人是脱碍，对伫外邦人是牛戆。若是对受召的，无论犹太、希利尼，上帝做基督做上帝的权能，上帝的智慧。25节，因为上帝有戆比人较智慧，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咱要请陈美玲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上帝的大能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有一个无信主的朋友，伊定定会因为人类的大发明伫遐赞叹。譬如讲，若讲到雪山隧道，伊就会讲：哦，人类哪会遐尔伟大，竟然会当将崩空，会当将山挖2个空。对伊来讲，人定胜天。但是我拢不以为然，甲应讲：是啊，人真厉害。但是每一届天灾来临的时，人根本无法度预防。人要赢过天，绝对是无可能的。人拢爱靠天，才会当来生存。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农夫，伊辛苦种植一片的田地，到得要收成的时，伊拢会徛伫边仔看，非常欢喜。但是每一届咧收成的时，就一大群的赤鸟仔来食，害伊损失真济。所以农夫就想办法要来赶遮个鸟仔。大先伊是用稻草人，头一届不只要有效果，但是久啊较无路用啊。一大群的赤鸟仔游玩来照食，农夫只好用第2个方法，就是伊密起来。等鸟仔来的时，伊用炮仔声来吓惊遮个鸟仔。但是规工密伫田园里，伫遐赶鸟仔，也毋是办法。最后，农夫想到一招，就是放毒来毒死遮个鸟仔。哇！遮个鸟仔知影代志大条啊，就派一个代表来甲农夫谈判，请农夫放因一条生路。赤鸟代表就讲：你野种种植，确实非常辛苦，但是稻仔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即农夫讲：稻仔是我辛苦种植的，哪会讲是上帝所赐的咧？赤鸟甲伊讲：稻仔敢需要太阳？农夫讲：哎呀！赤鸟就讲：啊，上帝若无互你太阳，是会安怎咧？农夫想想的讲：安尼稻仔就无法度生长啊。鸟仔佫问讲：啊，太阳是你的吗？农夫讲：毋是，是天的。鸟佫问：啊，若无空气咧？稻仔敢会当生长？农夫讲嘛袂当。啊，安尼空气是你的吗？农夫应讲：毋是，空气是天的。赤鸟佫问：如果无落雨，稻仔敢会当生长咧？农夫讲袂使。啊，雨水是你的吗？农夫嘛回讲毋是。赤鸟就讲：既然太阳、空气甲水拢毋是你的，安尼稻仔敢是你的？农夫即时甲理解赤鸟的话，伊讲：这拢是上帝的恩赐，若无上帝，一切拢无可能。所以农夫就答应这赤鸟无阁用毒来毒害因，但是伊请求这赤鸟啊，毋通将伊的稻仔拢食了了。所以对迄时开始，因双方就过和平，无阁彼此伤害日子。
兄弟姊妹，咱人咧，有人认为讲我会当安然、平安、平凡过日子，这是我家己的功劳。但是人生是充满意外，若无上帝带领，无上帝赏赐，咱哪有可能会当得到平安咧？所以，咱哪有可能会当用人的智慧来比拼上帝的智慧？连保罗这种有学问、甲上帝关系遐尔亲密的人嘛会讲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完全。独我走进前，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，所以得到我的。伫罗马书11章33节，保罗嘛赞叹讲：亲近嘛，上帝智慧甲见识的富有啊，伊的判断袂切纯直，伊的路途地找袂着。所以对保罗遐尔有学问的人来讲，上帝智慧伊是无法度来想象，无法度来测度的。所以保罗伊嘛期待家己讲：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。独专务一项，就是袂记你后面的事，伫意头前的事，所查的标来走，看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。连保罗伊拢认为伊家己对上帝认捌无完全，伊需要不断向前跑走。安尼咱咧，咱这平凡的人咧，咱停留伫原地，敢就够野吗？所以，伫咱无法度理解关系上帝的事的顶面，咱要保持谦卑，咱要保持受教的态度。咱毋通亲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遮的人伫认捌主了后，因的生活过甲乱七八糟，道德乱七八糟，甲无信的人是完全是共款的，并且因最爱的就是。因掠家己所捌的最完全，所以伫遐三争，伫遐辩论。有的人讲伊是属保罗即派的，有的人讲伊是属另外一个教师阿波罗迄派的，嘛有人讲伊是属彼得即派的，嘛有另外一派的人自认家己才是真正基督徒，恁其他的人拢是假的。所以当保罗听见安尼的消息，非常的烦恼，伊就写批互因讲：基督敢有分开吗？保罗减替恁顶十字架吗？也是恁毋捌受洗归伫保罗的名吗？保罗安尼提醒问因遮个问题。咱看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因忽略上帝的恩典，较伫遐三争因迄个有限的知识，所以保罗就开始对福音的起头，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来讲起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，保罗用几啊段旧约的经文来遮人证明，人类若想要用智慧来超越上帝，注定是失败。所以伊用几啊段以赛亚经文，因智慧人的智慧要消无，因聪明人的聪明要看捌。你的智慧人伫倒落咧？上帝互智慧的人退后，互伊的知识变做愚妄。保罗嘛引用约伯记内面所讲的，伊阁互审判师变成戆人。审判师应该是上聪明会当判断的，但是上帝拢会当互这人变做戆人。所以保罗伫遮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：既然这个世间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救遮个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。对遮咱会当看见，接受上帝的恩典，甲你有偌济智慧是无关系的，唯一需要的就是相信。所以保罗嘛伫18节讲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。沉沦的人就是看袂起这个十字架的人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真简单，但是对伫愿意谦卑领受的人来讲咧，十字架这个道理就真做得救的人的困难。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？
即个记号伫今仔日是一个表明家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，但是嘛有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人，为着装塔，为着酷炫，也是为着辟邪，拢会挂一个十字架。毋过，即个记号伫2000多年前是一种见笑、侮辱上重罪的一种刑罚。但是今仔日十字架会当有无共款的意义，就是因为耶稣伊死伫十字架，然后伊对死过活。所以伫基督教的教会内面，咱看十字架顶面无耶稣，因为即个空的十字架，成做上帝权柄的一个证据，证明耶稣就是神，证明耶稣伊赢过咱世间人无法度超越的死亡。但是，若无信的人咧，无信的人，伊阁安怎挂金的十字架、炫耀的十字架？即个人若甲耶稣的死、甲耶稣的过活无任何的关系，即个十字架的破烂对你来讲，嘛无有任何的功效甲关联。所以你继续看以下的经文进前，也请咱所有兄弟姊妹来思考。十字架对你来讲是甚物？伊是一个记号吗？也是因为即个十字架有耶稣的死甲过活，互即个十字架产生一个新的意义咧。所以保罗伫即段经文提起两款人，第一种就是要互咱读者来思考，咱家己对治十字架的看法是怎样。第一款人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上在意的就是新约，因为对因来讲，新约就是上帝印证的一个记号。所以，这犹太人梦想就是讲，这个弥赛亚要来进前，会发出一寡惊天动地的一寡代志。所以，咱看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，这犹太人嘛定定来求耶稣讲：“哎呀，互阮看一个新约吧。”但是耶稣拒绝这种无意义的外在形式，所以这经学士啊，这法利赛人甲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求你互阮一个新约，互阮看一个吧。”耶稣当然有权柄、有权能，会当显这新约，但是耶稣安怎应因？耶稣讲：“恶毒奸淫的时代，求看新约。除了先知约纳的新约以外，无要有新约互因。”那对这犹太人来讲，一个死伫十字架顶的人，竟然讲伊是互上帝竞选的人，犹太人无法度接受，因为犹太律法有讲，受吊死的人是受上帝所咒诅的人。所以虽然这犹太人因有圣经通看，因嘛有以赛亚书第53章，咱知影第53章是受苦的弥赛亚的安尼经文，因嘛有这搭经文通读。但是伫因的观念内面，弥赛亚是带着权柄，要来带因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。弥赛亚哪会受定伫十字架？你是咧讲耍笑吗？所以对耶稣来，对这犹太人来讲，耶稣伊毋是一条稳定的道路啦。耶稣就好亲像是一个塔阶，一个绊脚石，踢伫因。挡伫因的头前，挡因啥？挡因继续遵行律法，挡因靠传统来得救的安尼道路的顶面。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？将耶稣除掉。保罗提起第二款的人就是希腊人。希腊人上出名就是伊的哲学。这哲学家定定坐伫树仔骹，伫遐来思想，伫遐找求智慧，并且这希腊人因所认定，迄个上悬的迄个神，是一个袂有任何感觉的神。这个神应该悬悬坐伫天顶，伊无欢喜，无忧伤，伊安尼才袂受到任何人的影响。但是恁这基督徒竟然讲恁信的上帝，伊成做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
搁对婴仔来做起，最后死伫十字架，伫遐痛苦，伫遐嗷叫。这物件对伫希腊人来讲是非常的矛盾、无可能的代志。一个神哪有可能会安尼咧？另外，咱嘛知影希腊人真够用即个真华丽的词藻，因讲话拢讲啊真水，因有修辞学。所以耶稣所传的迄种真简单的道理，对因来讲根本是囡仔物。所以保罗伫遮提起两种人，对犹太人、对希腊人来讲，上帝恩典真恶直伫因的内心定根。但是保罗兼敢若是犹太人甲希腊人讲话咧，保罗嘛伫咱伫讲话。到底即个十字架对你来讲是甚物？敢是你所想、你所要爱的？会安尼问，是因为有真侪基督徒对十字架是错误的期待，认为讲，当我接受即个恩典，我就是进入一种荣光的身份，我比遐无信主的人较优秀，以后我上天堂，因会落地狱。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毋是一种阶级，伊是一个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啥？就是主耶稣所讲，人若爱缀我，就看无家己，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。这表示十字架是一种关系，是咱爱付出代价来跟缀耶稣的关系。也因为这个十字架表示耶稣的救赎甲牺牲，所以举十字架嘛表示咱愿意学习耶稣的牺牲。牺牲无一定讲咱性命的死亡，牺牲是讲咱爱家己来死。就是你伫信耶稣进前是甚物款的人，你信耶稣了后，爱互即个旧的你来死。你重新活起来，是有主甲你同在的性命。咱基督徒袂当讲咱双脚踏双船，一方面咱感谢主、阿罗主，一方面咱阁继续活伫过去的黑暗的内面。但是，什么叫做举十字架咧？是咱的喙伫遐吟诗歌讲主啊，我要举十字架来跟缀你，就是举十字架吗？有一篇的底文，伊写到足好诶，所以我放伫遮来甲大家分享。伊互咱来思考：如果举十字架是讲你爱离开你的厝内人，你要愿意吗？如果举十字架是讲你会失去一寡上亲密的朋友，你要愿意吗？如果举十字架是会互你的名声受损害，你嘛愿意跟缀耶稣吗？如果举十字架会互你失去你的头路，你阁愿意跟缀吗？如果举十字架会互你失去性命，你嘛愿意吗？对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，举十字架，举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就是表明咱来放弃咱原本的梦想甲愿望，因为咱爱跟缀的是主的梦想、主的愿望，咱爱行的是伊爱咱去行的方向。只有安尼，咱才会当称作是基督徒。徒就是学生、门徒的意思。咱毋是教徒，咱毋是信徒，咱是门徒，是做学生。但是，一般人看这个物件，伊会认为安怎？恁是头壳歹去吗？这是损害呢，这是损失呢。但是实际上，敢毋是安尼呢？无，因为耶稣有讲，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，就失落伊。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，要得着伊。这个性命毋是咱在世有一天会结束的性命。这个性命是伫上帝遐永远喜乐、
未有结束的一个活命。所以，这道理对伫犹太人、对伫希腊人、对伫世间人看起来非常愚妄、非常可笑的救恩，较伫受调的人，像是这受调的人，毋管伊的民族是倒一个民族，毋管世间人看伊是毋是有学问，受调的人就是愿意接受恩典的人。这个救恩对伫愿意接受恩典的人，会产生非常重要意义。保罗讲，基督做上帝的权能，上帝的智慧。什么叫做权能？就是气力。耶稣就是上帝显明出来，要拯救咱，要改变咱的气力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对伫受调的人来讲，耶稣就要成做伊的气力。但是，一个看起来失败、软弱，最后互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为什么讲是上帝气力的？有一个国王，有一个价值连城，世间无有第二粒的选择。国王伊嘛非常大方，伊昭告全国，伊要办一个展览会来甲所有的人分享。但是伫展览的前几天，管理选召的人真紧张来报告这个国王，伊毋知影为虾米选召竟然出现一条白船，所以这个国王紧调全国的珠宝商人来看，但是因回报的拢是歹消息。哎呀，这个选召已经失去伊的价值啦。但是这时有一个老师傅伊徛出来，伊一看这个选召，伊就甲国王讲。只要互我一礼拜的时间，我绝对会当处理，并且保证这个选召会比以前搁较水。所以，这个国王想想的，这个选召既然已经失去伊原本的价值，安尼不如就试看卖嘛。所以一礼拜的时间，所有的人拢伫等待。一礼拜了后，这个老人出现啊，伊将这个选召摕出来，所有的人一看，真正毋敢相信，因为这个老师傅处理好势啊。并且这个选召比以前搁较水。原来这个老师傅利用选召迄条白船来雕刻出一蕊真水的玫瑰花。哇！这个国王非常欢喜，想要互伊做报酬。但是这个老师傅拢拒绝，伊非常谦卑讲：我不过将缺点变做优点尔。兄弟姊妹。人看做无好的一条白船，但是这个老师傅较互伊变做一蕊真水的玫瑰花。同款，伫世间人的价值看做软弱的这个十字架，上帝较使用这个方法，让咱来表明伊救赎计划，并且这个人看做是微细、真软弱的方式，较影响世界。互历世历代的人来群地，所以这嘛，互咱有一个愿望。咱遮个人，咱毋是犹太人，咱嘛毋是希腊人，咱要安怎得救咧？咱的得救嘛，毋是靠传统，咱得救嘛，毋免靠知识，因为咱倚靠的是伫十字架顶牺牲的主耶稣，伊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所以，虽然咱的性命有逼顺，无完全充满缺点，但是伫上帝眼中，咱就亲像迄粒选召共款，遐尔贵重。所以，伊来赎回咱，要恢复咱上帝囝儿的身份。嘛，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，咱生命内面迄个人看做无好、无价值的物件，互耶稣的疼。转化变做一蕊真水的玫瑰花，所以咱哪会当无感谢上帝奇妙的计划咧？咱哪无去感谢耶稣这个牺牲咧？因为这原本毋是咱堪得到这个恩典啊。另外，对保罗这段话嘛，当看出十字架救恩是上帝主动互人，毋是照这个世界的标准。
即个世界的标准是啥？好的、尊贵的、有知识的人才会当得到。但是上帝恩典毋是靠这个标准，甚至咱会当讲，上帝是经世界上互人看袂起、人感觉上无价值的人，因为这个人有上单纯的信心，因就会当承受福音的美好。所以咱中间若有人要在想，要袂踏入门的兄弟姊妹，愿望报道家施布真伊所讲的即个小譬如，会当互你落决心。有一栋楼伊发生火灾，第3楼的窗仔门有一个囡仔伫遐呼叫。迄个窗仔门是伊唯一会当离开的一个出口。就伫即时，有一个拍火兄弟，伊搭一个楼梯，爬到囡仔的窗仔门骹。伊对即个囡仔讲：“你跳落来吧，我会将你接掉。”伫迄时，迄个囡仔上需要就是信心。信心的第一步是伊知影迄个拍火兄弟已经徛伫窗仔门遐。信心的第二步就是伊相信迄个人的双手是有够额的气力，会当将伊接掉的。信心的第3步，嘛是上重要的一步，就是爱互伊家己完全投入迄个人的双手的内面。这就是行动。信就是遐尔简单，但是需要咱踏出迄第一步。咱千万毋通亲像这犹太人，也是希腊人，用这复杂的思考将家己捆绑掉，无法度来得到真正的救恩。但是单纯的信心嘛是第一步，咱袂当永远停留伫遮。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生命救主，对迄时开始，咱就爱行天路，继续行，向前行。过一个互主掌管的一个人生。今仔日是教会节期内面的大斋节第3主日。大斋节就是伫主耶稣过活前的40天。伫这40天的内面，咱爱重视咱的灵修、咱的操练，并且咱来反省、咱的悔改。伫咱要迎接主耶稣的死、主耶稣的过活进前，咱重新来面对咱家己的神。我敢真正相信上帝的气力？我敢真正接受十字架的恩典？愿望咱每一届举头在仰望十字架，咱的心拢会当搁一摆来回应主耶稣的邀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救恩，互阮会当得到愿望。阮毋免靠传统，毋免靠知识。阮就来得到救，主总是遐尔简单的救恩。阮四周真侪人要毋捌你，因毋愿来接受、来相信。总是主也恳求你，毋若改变阮，也差派阮去到因的四周围，将耶稣基督的恩典会当来传达，互因来接受。主恳求你的救恩拯救阮，也拯救遮个人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他葫芦团给献喜。
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。因为上帝有望比人较智慧，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25节。因为上帝有望比人较智慧，上帝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25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40首，140首，请起立。坐，咱即时来准备奉献。今仔日奉献，请曾启阳执事、陈秀娥执事、王恩信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个消息报告。报告第二点，今仔日是妇女曙光纪念主日，甲本教会妇女团契主日。多谢妇女团契参与第一场礼拜的服侍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第三项，本教会参与卫福部的计划，延缓失能的课程。春季班定伫3月初6拜三下晡1点要开课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9项，宣教组以及各事工组定伫3月31号下晡1点到5点，要伫松山车头的圆顶广场要举办各活节联合事工，兔子彩蛋乐快活。征求个人或者是小组参与演出，有意要参加的，请按蔡淑芬长老来报名。咱咱的奉献的部分，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来更正。下礼拜的聚会以及圣工服侍者，咱请咱家己看，请牧师补充报告，介绍新人。好，来，咱伫遮咱嘛来关心咱的妇女团契吼，咱的妇女团契伫拜五的下晡1点有聚会，互咱即是今年的会长是慧娟姐吼，伊嘛真侪同工，所以嘛欢迎咱的姊妹会当伫拜五的下晡1点会当来参加妇女团契，因的活动拢真多元，吼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另外嘛爱提醒大家吼，咱若有用迄个 FB、脸书的即种社群媒体的吼，兄弟姊妹嘛请注意，最近有真侪迄个。拢有人甲你私讯，会甲你讲，伊是啥物主内兄弟姊妹吼，啥物吼，要甲你做朋友吼，咱请咱注意，迄拢是大部分吼，迄拢是全能神教会，全能神伊是一个异端，吼，所以请咱注意，毋通来加伊，也是讲伊要邀请你吼去参加啥物款的聚会，请咱拢爱注意。因为我就有听到有人，吼，伊本来伫灵粮堂伫聚会，但是伊就是因为即个吼来加入迄个全能神，了后伊规个拢走精吼，人安怎藏嘛藏袂入去吼，所以伊规个都变做异端，所以请咱爱注意吼。好，即时咱来祈祷，咱来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士祈祷，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明依甲玉桥，吼，咱嘛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。庆福兄、清真兄、杏实姐、慧玲姐、秋菊姐、白长老娘、阿卡姐、西江兄、明珠姐、邓妈妈、金生兄、道明兄、俊贤兄、昭雄兄、应轩张老师、公基姐、陈基雄长老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，互咱来为着遮兄弟姊妹祈祷。啊，你若伫台岛的名单顶面，吼，你若感觉讲，你只是有较好势，你当摕落来嘛，请你甲我讲，互咱即时开喙来为着集体，为着遮个事来祈祷。主愿感谢你是一个会救阮，互阮会当来得着救，并且阮有一个集体互相会安尼一个关系。伫软弱时，阮知阮的集体，阮的兄弟姊妹会替阮祈祷。主，阮也伫即时，阮也要为着侪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因的身躯欠安、长期也是短期拢伫厝里伫遐疗养，接受治疗。主，愿恳求你继续来保守总正长老。伊伫病院的治疗，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，也是你处理也遮兄弟姊妹，甲因的家庭，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保守，也互因有信心，会当坚调主，无因为病痛来失望来离开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姊妹怀孕来祈祷，主恳求你保守明医甲玉桥，互因怀孕的过程，拢有上帝你的看顾，也保守因巴肚内囡仔，有上帝你，互因会当真平安健康来成长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阮的教会有侪事工，伫3月份拢开始在进行。主恳求你保守遮的
年长的，也是到囡仔，也是阮伫公园，也是伫学校的事工，互接触阮所有的人，或者的朋友，互因拢会当透过阮来看见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恳求你赏赐气力、健康的身躯，互服侍你的同工，或者同工会当有气力来服侍你，服侍社区的朋友。阮也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阮会当共同来参与即个重要圣神所要引带阮的即个工课。主恳求你，互阮无累志，互阮会当来仰望你，因为你是大富有的上帝。也恳求你，互阮同心合意，做伙来超找你的道路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台湾，伫阮面对侪侪威胁。特别对方来威胁的是，恳求你赏赐互阮有平安，也互阮会当尽心来听候上帝你的带领。总是上重要的是，阮有真侪同胞还袂认捌你。主恳求你，互阮会当伫即个真不安的年代，互阮会当将福音、平安的福音带互阮四周围的人。主恳求你的福音来改变阮的台湾。阮也为着全世界的遮宣教师来祈祷。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，带领因的脚步，特别有真侪伫战争遮真不安的所在，伫传福音的遮宣教师，也恳求你保守因甲因规家的安全，也互因所做事工有上帝你的祝福。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，阮也为着遮战争也是天灾不断的遮所在来祈祷。主，阮看见世界有真侪所在。伫遐发生天灾，有大火伫遐火烧，有遮个真侪人伫枵餓中间。主恳求你的拯救，互阮人类会当伫即时会当来看见阮家己的卑微，互阮会当来超找上帝你。也恳求你停止遮个统治者因的野心，互因会当来祈求上帝，也互因会当看见人民的需要，帮助遮个战争的国家会当紧紧来停止遮个战争。阮也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伫即个气候真多变的时期，阮恳求你赏赐兄弟姊妹有健康的心，互阮会当有勇壮的身躯，通来服侍你。主恳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脚步，无论阮去到倒位，主恳求你，互阮带着你做伙同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86首，386首。吟诗后要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